只係可惜呢間係一間不可描述嘅餐廳，想食嘅話只可以揾下身邊有冇面子果實能力者啦。呢餐12個人合共消費3860。大家好，我有一句講佢嘅斜槓壯年 feel。農曆年關將至，各種美牙聚餐走起啊！冇招牌，其實呢個並唔係佢嘅名嚟㗎。嚴格嚟講，佢冇名㗎，又係一間必須靠面子果實先可以食到嘅餐廳。面子果實能力者 Kenny 哥負責牽頭訂座，我咯就負責吹雞啦，分工十分明確㗎。先嚟介紹一下今晚嘅酒水陣容啦，3支嚟自法國 Burgundy Maison 嘅乾白，唔同年份唔同莊園嘅，輕輕咧嚟翻個橫向對比。一支自然酒啊，嚟自奧地利嘅乾白；一支嚟自斯洛文尼亞嘅雷司令乾白；一支嚟自法國 Picamar 酒莊嘅乾紅。恐防大家覺得未到位啊，我哋仲準備咗一支桃李巴丁15年，一支格蘭菲迪永恆遵選18年單一麥芽威士忌，一支 Canadian Cup Invitation Series Issue No.1 Edition， 再加一支 Lafroig Element 1.0。以下內容按照當日上菜順序。5味水魚一上台，香氣十分炸裂㗎，滋滋作響，相當誘人。汁醬嘅調味同厚度啱啱好，夠味，但咧又唔會油膩黏口㗎。檸檬葉咧係點睛之筆，增加清香，同時咧都解膩㗎。調味手法足夠高級啦。而呢隻水魚嘅選品，齋睇呢隻水魚掌嘅大細同埋呢個裙邊嘅厚度，就知道呢隻水魚嘅年紀都有翻咁上下。水肉咧係充滿爽感㗎，相當舒服，我強烈推薦啦。作為今晚第一道餸，佢咧就將我期待值瞬間拉高咗唔少啦。瑤柱京式炒翅，炒蛋只用蛋白，口感相當軟滑㗎，用油量相當克制，你嘅炒工十分有水平㗎。而且其實炒嘅咧係翅定係粉絲，對我嚟講一啲都唔重要，畢竟咧呢個本來就係冇本味嘅食材，重要嘅係呢個輕度走油嘅瑤柱絲真係好鬼死香啊！我強烈推薦啦。如果以後可以換成普通粉絲，將份量再做大少少就好啦。和味撈海螺片，螺片口感爽脆咧就不在話下噶啦。調味係鹹鮮中帶啲芥末油嘅，底部咧係走過油嘅胡蘿蔔絲，唔單止增加咗乾脆嘅口感，仲增加咗一定嘅蔬果清甜添。魚腸柚皮，傳統功夫菜啦，柚皮處理得唔錯噶，鬆軟入味，飽吸汁水。風味銀鱗魚送酒咧一流啊，表層香脆，肉質並唔乾柴嘅，有肉感，就連中間主骨咧都可以嚼得爛嘅，根本唔需要掠骨，完美嘅下酒菜啊！仲未食完啫，就即刻申請再加多盤啦。當晚其實睇唔出呢個係咩魚噶，出於好奇偷偷睄咗下廚房，原來咧呢個並唔係鮮貨嚟噶。後尾終於俾我喺淘寶揾到咗佢嘅蹤跡啊！關鍵詞咧就係青鱗魚，魚頭有啲似鯽魚噶，但身形比例咧就比鯽魚修長唔少啦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買啲翻屋企試下噶。沙蟲扇雞絲瓜湯，沙蟲嘅風頭完全俾扇雞雞味壓晒過去啊！比起沙蟲，扇雞更加似係主角噶。湯入邊嘅胡椒味比較勁噶，飲起身咧相當暖胃，並且充滿住刺激嘅辛辣感。飲酒食肉到呢個地步咯，嚟翻盤真係好鬼死舒服啊！如果要講有啲咩可以再調整一下嘅話，我覺得絲瓜可以少啲，湯咧都可以少啲噶。咁樣啖湯飲起身雞味咧會更加濃郁，絲瓜帶嚟嘅蔬果青味咧都會弱啲。煎蝦餅啊，彈牙只係基礎，豬肉嘅味道幾乎食唔出嚟噶，淨係起黏合作用。入邊咧仲有切粒嘅蝦肉，又係一道純肉香嘅下酒菜啊！馬友花肉炒台山肉蟹。呢度咧真係相當精彩啊！係一個我從來都冇想象過嘅組合。一上台傳嚟嘅咧係臭並快樂着嘅鹹魚鮮香，花肉咧煸出咗焦香嘅，肥肉部分咧早就變得微脆。馬有鹹魚嘅鹹香，花肉嘅焦香，同埋肉蟹嘅鮮香，三者充分融合。除咗一個和字，我真係揾唔到其他更加契合嘅形容詞啦。我強烈推薦啦！香醬西班牙骨用嘅咧係相當高級嘅手法啦。呢個香醬入邊咧應該係有英國黑醋嘅，亦即係粵語講嘅喼汁啊。聞起身咧係相當開胃嘅酸味，但並唔攻鼻嘅。食起身嘅酸度相當克制，更加多嘅咧係鹽味同埋輕微嘅甜。肉嘅處理相當出彩嘅，外層粉漿非常薄，僅提供輕微嘅脆感嘅啫，卻又唔增加額外嘅油膩。入邊嘅肉質依舊細嫩嘅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我哋仲食咗和味掌翼煲、韭黃海鮮煎麵、雞油炒豆苗，呢餐12個人合共消費3860。
有嗰句講嗰句，真係相當愉快嘅一餐飯啦。除咗威士忌帶嚟嘅其他酒水咧，統統都飲晒噶啦。其實呢餐飯嘅由頭咧係 Kenny 個公司想搞翻個美牙，但人數唔多又唔好安排嘅。畢竟呢度嘅菜式份量真係幾鬼大份噶，我真係建議至少湊齊8個人先嚟啊！喺期待值拉滿嘅情況之下，呢餐飯依舊俾咗我唔少驚喜嘅。選材、調味、烹煮真係盡顯功架，相當高級嘅。一餐飯食落嚟咧都冇嗰種食漏咗嘅感覺，講明用油回油嘅處理都非常好。只係可惜呢間係一間不可描述嘅餐廳，想食嘅話只可以揾下身邊有冇面子過實能力者啦。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